今仔日头一条新闻咱来看天气。拜六的天气又是真烧热，真侪所在管道是拢有像雷公雨的情形。也若讲有可能会变做今年第一粒风台的蝴蝶。气象署表示，要等到后礼拜一过，较有机会进一步变做热带性的低气压。也毋过咧，这未来路线是还无法度确定。雨一日就落来，佫落真大，强要看无头前的车。气象署提醒拜六降温真热，各地拢要注意较大范围雨后雷阵雨。另外，菲律宾东方海面上侪扰动继续发展，不过甲前一天风速方向改变真大，甲气旋发展相对不利来比较，估计真侪风台速度可能会延后。低压系统正在发展当中哦，不过因为目前在这个地方的大气条件算是比较没有利于热带系统发展，加上整个南边的低压环流也是比较偏大的情况，所以系统当中都还是在整合的情况。气象署讲，后续嘛要注意，伫南海一带有扰动继续发展。也若拜三开始，台湾的天气会因为低气压接近，北部甲东半部地区先有局部短暂阵雨，雨势甲范围爱看到时热带系统的发展。像欧洲模式甲美国模式对着热带系统强度看法也是真无同。美国模式非常的靠近我们哈，尤其在我们的东北部跟北部地区，它的发展会非常快速哦，至少在中度台风以上。那欧洲模式目前看起来顶多就到轻度台风。不过，各种模式也拢有相关的看法。伫环境洗流场的导引之下，热带系统未来往台湾东部外海通过机会上悬。照这路径，6月13到6月15期间，会有日本南平一路上北。气象专家提醒，若安排到日本的行程，要注意这个相关的资讯。记者综合报道。